赶快是交通事故来看，这宜兰苏澳的海山西路，也有中福路口，伫半暝1点的时阵呢，有一个女性过车路，结果煞互一台连接车甲搞死。这个赛车的驾驶呢，佫直接走去。警方找到人了后，是依法甲送办。其实统计起来，这宜兰县今年头2个月交通事故死亡的案件，是比去年同期加真济。县府讲会针对较接出代志的路口来好好改善。 这起画面，一名姓吴的女子青丁准备要过大路，随即和对向要倒弯的大车弄到，姓吴女子当场死亡。肇事的姓干驾驶无停车，直接离开。伊伫到后来，驶小货车的姓高民众发现，才报警处理。 事故现场，警方用布棚抓姓吴女子的遗体，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调查，顺续找到拖车的驾驶酒测达是零。专案以肇事逃逸甲过失致死罪嫌侦办。本分局立即成立专案小组，于上午3时50分许火速循线查缉简姓犯嫌到案，经酒测值为0，全案将以肇事逃逸及过失致死罪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。 宜兰县过去死亡事故的数量，大年大约是60件，去年减少剩46件。不过今年1月到达已经发生9件，比去年同期增加3件。为减少意外发生，除了民众上路爱加注意路况，公部门也爱积极改善交通环境。那我们今年会持续来再选择20个路口来进行相关的这些事故地点的分析，以及目前道路的状况也会在今年完成20个路口。警方就在今年才拄开始发生的死亡事故件数，也伫会当控制范围。县政府表示，2024去年到2022年，有依照事故热点分析，挑选县内有60个路口做改善。去年陆续改善完成，今年会阁依照事故热点选出20个路口做改善。希望各路环主管机关积极配合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